源。啊，那个你以后就是主播台。主播台。OK 咯。OK。其实我是觉得你坐在这边，然后直接我们两个就切换。可以了，开始。啊。好。来，荣光堂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是蔡牧师，在我旁边的是德强执事。那我们今天要先跟大家来宣布一下，我们明天3月29号开始，我们荣光堂要进行网络的直播主日崇拜的部分。那当然，我们也是因为有因应这个疫情的影响，我们的这个新冠肺炎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些的调整。我们的崇拜要做一些的改变，所以我们需要有做这样的一个安排跟规划。那当然，等一下我们会请德强执事来跟大家做一些说明，我们怎么样来上YouTube 或者是 Facebook 去来看这样的一个直播的影片。那牧师先说明一下，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段时间，包括从3月29号一直到4月的19号，我们都要有大概将近4个礼拜的时间，我们都会用直播的方式来进行主日崇拜。那我们一直到4月26号，如果是状况许可，我们就会恢复到有实体的崇拜。所以请弟兄姐妹能够接纳跟包容我们这段时间用这样的方式。当然我们也请弟兄姐妹要继续的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环境来祷告，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然后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能够在礼拜堂中一起来敬拜上帝。好，那以下的时间我就交给我们的德强执事教大家我们怎么样来操作跟怎么样如何来进入这个 YouTube 跟 Facebook 里面来直播这个我们的这个线上的还有我们的这个主日的崇拜。好，那就交给我们的德强执事。弟兄姐妹平安经过许多同工今天一天的努力那他们想出一些方法，当然每个方法都各有利弊，但是我们目前选定就是用 YouTube 让大家开始我们的第一次的直播用 YouTube 去执行。那么刚刚大家会看我们的不论是 Facebook 或是 Line 群组都有一个直播的一个连结，我这边这个给大家这个上面写的是直播测试中的一个路径。当大家点进去这个路径的时候，你们会进到荣光堂的一个 Facebook 的一个页面。那麻烦大家在这个已订阅的这个地方有个小铃铛把它按下去。那按下去的话，当我们开始直播的话，你们会收到一个这个直播的讯息。那么你们就或者是说时间到了，你们9点50分，大家可以开始直接进到这个页面当中，里面有一个影片的位置，会有一个直播的一个讯息会出现。那么举例来说，我们目前的直播就是现在这个画面就是直播的画面，所以当大家点进去的话，就可以看到直播。所以9点50分，你可以直接进到这个直播画面，或者是其实我们会在提早15分钟，我们就会把这一个目前的连接位置贴在我们目前所有的社群群组上面，我们会贴在 Line 跟 Facebook 上面。那麻烦大家也可以提前去点选这个路径，那就会直接连到这个位置让大家观赏。那我们把剩下时间交给牧师。好，那当然我们因为直播的关系，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也要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样在直播当中，大家仍然保持一个敬畏的态度，我们还是一样像我们在实体崇拜里面来敬拜上帝。除了我们在崇拜的当中，我们的程序会稍微做一些更动跟改变以外，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仍然必须要去注意的。比如说我们来做礼拜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穿戴整齐，然后以敬畏的态度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也请大家带着祷告的心，不是一边的吃着零食，或者一边翘着二郎腿喝个这个汽水，然后来看直播。我们仍然好像是来到实体的崇拜一样来敬拜上帝。那当然我们的执事同工，还有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服侍的同工也会
在现场我们会在这里一起有唱诗跟敬拜，所以我们期待弟兄姐妹也跟我们在这里能够一起带着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心来这里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崇拜。那牧师也讲过如果我们是在线上，但是我们的心好像在现场敬拜上帝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坐在这个就是说这个摇滚区里面。如果我们虽然是在现场，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在这里的话，那么我们仍然是这个坐在很冷的这个板凳区里面所以希望透过这个直播的这样的一个说明然后让大家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好，让我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提醒的影片，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提示，让大家知道我们怎么样进入 Facebook 里面，怎么样进入到 YouTube 里面去来这个进入在直播里面的一个情况。那德强执事还有没有一些需要提醒大家的部分有关在这个？记得要早点睡觉，早点起床，观赏直播。对，好，谢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仍然欢迎大家可以在赖群组上面，或者是在那个其他的一些留言的方式上来告诉牧师，来告诉我们的执事们。然后让我们的执事，让牧师可以知道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的问题或状况。假设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开启，或者是你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欢迎在这个用这个赖的群组上面，赖的群组上面或是电话我们都会马上帮你做一些的说明。然后请弟兄姐妹耐心等候。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欢迎你个别的我们就是一样，我们把它这个保护措施做好，该喷酒精，该这个额温都量好，然后我们就个别的，我们会请同工来教大家怎么样来这个上网，还有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直播的影片。那希望今天晚上大家能够有很好的休息跟睡眠，我们明天早上一起来敬拜上帝，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平安。